大家好，呢度係老友說，我係陳先生。係咪已經年過60？有4種魚，千祈唔好再去，亦都有4種魚，務必經常吃。你係咪亦都曾經端起一塊魚肉，自以為在為健康加分，卻冇諗到盤中之物可能正悄悄傷害大腦、損及心臟，甚至加速衰老？對60歲以上嘅長者而言，呢個絕非危言聳聽。2023年柳葉刀嘅一項研究顯示，每週吃2次選錯嘅魚，中風同記憶力下降嘅風險可上升70%到80%。更令人擔憂嘅係，多數老年人幾乎每週都喺度食呢啲錯誤嘅魚，佢哋往往含有大量汞、環境污染物以及潛在嘅促鹽成分，人們卻仲以為自己做出咗健康之選。但係好消息同樣存在。老年醫學相關研究指出，吃對魚類可以比阿爾茨海默病風險下降約40%，幫助護血管，延緩內在衰老。所以今日我帶你搞清楚60歲以後絕不能碰嘅4種魚，以及必須經常食嘅4種魚。所有結論均基於同行評審嘅科學研究，而非道聽途說或者恐嚇言論。相關資料可參考下方說明。開始之前，亦都歡迎你喺評論區分享你平時最常食邊種魚，點解？我好鍾意閱讀各位嘅故事，亦都會盡量回覆更多觀眾。若果係你第一次嚟到老友話，再次歡迎我哋專注用科學嘅方法，幫助你過上更強健、更長壽嘅生活。而家從60歲後一定要遠離嘅4種魚講起。第一部分，對老年人最不利嘅4種魚，最差第4名，進口鯰魚。乍睇之下，鯰魚清淡易做，價格實惠，似乎係無害之選，常常仲係市場上最平嘅魚類之一。真正嘅隱患在於，一旦買到進口養殖鯰魚，尤其部分地區嘅養殖場，佢可能係餐台上污染最重嘅魚之一。問題始於養殖方式，好多進口鯰魚養殖環境擁擠，易爆發疾病。為控病，常年大量使用抗生素與化學藥劑，呢啲物質會殘留喺魚肉裏，最終進入食用者體內。對免疫力本就下滑嘅老年人，呢個會增加耐藥風險，使真正需要用藥嘅時候打折。獨立檢測仲發現，進口鯰魚可能含被禁用化學物或者係致癌物。佢哋多生長喺受污染水域而累積工業廢水中嘅重金屬魚汞、魚鉛。呢啲毒素會喺體內緩慢蓄積，對代謝同解毒功能減弱嘅長者而言，意味住更高嘅腎損傷、神經系統問題，甚至腫瘤風險。另一個隱形問題係炎症。進口鯰魚常以玉米、大豆等為飼料，導致體內歐孚6與歐孚3脂肪酸比例嚴重失衡。歐孚6過高而缺乏足量歐孚3，會加劇炎症反應，對關節炎、心臟病或自身免疫病患者無異於火上澆油。營養方面亦乏善可陳，佢嘅蛋白質量同有益營養密度偏低。建議若果偏愛鯰魚，請盡量選擇本地監管嚴格嘅來源，避免來路不明嘅進口產品。最差第3名，金槍魚部分品種。幾十年嚟，金槍魚被視為優質蛋白，從三明治到罐頭隨處可見，但對60+人群，佢藏住睇唔見嘅威脅汞。長鰭、金腸、白玉、金槍、黃鰭、大眼等位於食物鏈較高位，壽命長，體內汞會年年累積，汞進入人體後不易排出，尤其偏愛喺大腦同神經系統安家。對年輕人少量攝入或可代謝，但老年人解毒能力下降，風險更大。研究顯示，汞可引發記憶減退、思維混亂、麻木陣戰、情緒波動等，常被誤判為正常老化或早期失智。心血管層面，
汞仲會干擾心臟電信號，誘發心律問題，甚至增加心梗概率。有研究提示，老年人因金槍魚攝入導致汞水平升高，認知下降風險可達大約65%。更糟嘅係，好多長者並唔知道，每週僅2份長期或大眼金槍就可能讓汞攝入超過安全線。對策唔係從此唔吃，而係認知與節制。若果真想食，盡量選淡色罐頭金槍魚，多為雪糕魚、煎魚，控制少量低頻，例如每月1到2次，並優先考慮更安全嘅替代魚種。最差第2名，馬粗魚、高汞型粗魚。呢個名常讓人混淆，因為青花魚、青魚有多種相近稱呼，安全性差別好大。問題在於體型較大、壽命較長、位於食物鏈較高位嘅馬爪魚，汞含量顯著偏高，對60+人群尤其危險。哪怕每月吃幾次，汞暴露就可能超過安全限值。後果包括記憶力下降、手部細賤、注意力渙散、情緒不穩，常被當作自然老化。對本就合併高血壓、心律失常或者冠心病嘅老人，更加係雪上加霜。更麻煩嘅係，馬草魚喺超市或者餐廳裏邊，有時會以籠統嘅參魚、青魚名義出現，唔主動詢問。好多人甚至唔知道自己食到嘅係高汞品種。權威機構亦有明確提醒，老人、孕婦、兒童而完全避免高汞魚類。需要強調，並非所有參魚都危險。例如大西洋參、西班牙參體型相對較細，汞較低，可作為更安全嘅選擇。結論：馬鮫魚盡量徹底遠離。最差第1名，養殖羅非魚。呢個可能令人意外，羅非魚因價廉、供應廣而被當作健康低脂蛋白。但從養殖環節睇，羅非魚往往被高度密集飼養，易生細菌、寄生蟲與疾病。為控病，常使用抗生素、殺蟲劑、抗真菌藥，殘留可進入人體。更關鍵嘅係飼料，為壓低成本，配方多以玉米、豆粕等廉價原料為主，甚至有不合規成分嘅報導，導致其肉中脂肪酸譜嚴重失衡。O-6、O-3比例可以高達18:1，甚至更高。O-6過量會明顯促炎，對本就易受炎症困擾嘅老年人、關節炎、心血管疾病、糖代謝異常、認知退化等，無異於添油加火。檢測仲發現二惡英等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可能喺體內脂肪長期蓄積，關聯免疫抑制、激素紊亂與腫瘤風險。與之相比，好多野生小型海魚，如沙丁魚、殼魚、粵魚等，營養價值與安全性都更勝一籌。建議年過60，盡量杜絕養殖羅非魚。從危險清單到益處清單，並非所有魚都一樣。有嘅魚，如養殖羅非魚、進口鯰魚、馬爪魚、部分金槍魚，表面無害，卻暗藏污染物與不良脂肪譜，悄悄侵蝕健康。但亦有一啲魚非常適合60+嘅餐台。富含抗炎嘅 O-3護骨礦物質、抗氧化成分與高質量蛋白，且更乾淨、安全，價格又好。做出明智選擇，等於為未來儲蓄更清晰嘅視力、更穩健嘅步伐、更持久嘅記憶與更強勁嘅心臟。第2部分，對老年人最友好嘅4種魚。最好第4名，野生太平洋鱈魚。提到健康魚，大家常想到三文魚或金槍魚，但一條被忽視嘅營養寶藏就係野生太平洋鱈魚。呢類清爽白肉魚，雖不如粉橙色魚肉顯眼，卻喺維護老年健康方面價值非凡。數據一目了然，一份鱈魚可提供大約40克高品質蛋白，脂肪不足2克，熱量大約180千卡，
對預防肌少症尤為友好。鮑魚仲係硒嘅明星食物，一份即可提供大於100%嘅日需量。好像細胞嘅隱形盾牌維持甲狀腺代謝，增強免疫，並以強抗氧化力對抗體內生鏽嘅氧化壓力。血篩水平較高嘅老年人往往認知表現更好，年齡相關疾病風險更低。此外，鱈魚富含磷與維生素 B12， 前者聯手鈣維持骨密度，降低骨折風險，後者有助於神經與造血，改善疲乏與記憶。安全性上，阿拉斯加海域、野生太平洋鱈壽命相對較短，環境清潔，污染物與汞含量低，漁業管理嚴格，可放心規律食用。烹調宜蒸、焙烤，少油高湯，出鍋點少許初榨橄欖油同檸檬，風味同吸收俱佳。結論：低調卻高效，乾淨溫和，係老人餐台上極佳嘅常備蛋白來源。最好第3名，沙丁魚。別俾佢嘅小個頭呃咗，沙丁魚係60+人群嘅超級食物，佢係最富 O3 嘅天然來源之一。EPA、DHA 含量突出，對緩解慢性炎症、改善血流與血管功能意義重大。大量研究顯示，每週至少吃2次富脂小魚，如沙丁魚，老年人嘅心血管風險更低，體能同情緒亦都更穩定。沙丁魚仲係少數天然維生素 D 來源之一。隨住年歲增長，皮膚合成 D 嘅效率變差，好多老人悄悄缺乏。再加上佢可惜嘅軟骨含鈣同磷，同維生素 D 構成護骨三件套。同時富含維生素 B12與優質蛋白，有助維持肌肉量，減少跌倒風險，保持獨立性。更關鍵嘅係，沙丁魚位於食物鏈底端，以浮游生物為食，汞同重金屬累積極低，乾淨、安全、性價比高，無論拌沙拉、抹全麥麵包或者拌意麵都方便易用。最好第2名，野生阿拉斯加三文魚。若有一種魚被廣泛認可為藥食同源嘅代表，咁便是野生阿拉斯加三文魚。其突出優勢在於高含量嘅 EPA 除以 DHA， 不僅延緩大腦功能衰退，改善記憶與反應，仲以強力抗炎、顯著降低絲反應蛋白等指標，緩解關節僵硬與血管炎症。每份約40克優質蛋白，彌補隨年齡增長而降低嘅蛋白，利用率幫助保住肌肉與平衡力。三文魚嘅粉橙色嚟自稀有抗氧化劑蝦青素，能抵禦氧化壓力、護眼護膚、提升耐力，再疊加硒同維生素 E 嘅協同，對心臟尤為有益。要點：優先選擇野生可持續來源，烹調以清蒸、烤製、少油煎為主，避免高溫重油。總結：對60+嘅你而言，選對魚勝過乜嘢都食。遠離養殖羅非魚、進口鯰魚、馬罩魚、高拱蘸魚、部分金槍魚如長鰭、大眼等。常備野生太平洋鱈、沙丁魚、野生阿拉斯加三文魚以及其他低汞小型野生海魚。請記住，膝下之力、心腦之穩、記憶之清，往往藏喺每日嘅一餐裏。呢度係老友話，我係陳先生。若果呢份清單對您或家人有幫助，歡迎分享俾身邊嘅長輩與朋友，讓更科學嘅選擇守護更長久嘅健康。